两名共阿巴。今天要邀请的这位名人很厉害，他对数字非常的厉害，懂腔。 哎呦，拍摄啊！俺迄客家人啊，俺迄小聪明，俺迄好的啊！我是猴子，我应该叫昌明哥，应该叫他侯金明。喂，什么因为金明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数字难不倒你。是还好，还可以。那我们就来考考他关于钱的哈嘎巴。 OK， 如果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买完的时候要去付钱给老板，怎么讲？减钱，哎。 减钱，哎，就是付钱的意思，哎，付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再来。那减完钱之后呢？你去付的时候，你要问老板说：“老板，多少钱？多钱？”哎，太简单了，就给多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那找钱呢？哦，找钱。哎，找钱就是找钱，找钱。那找多少钱呢？哦。 找几多钱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这边学的都跟钱有关系。哦，那总复习一下。哦，来，好，第一个付钱，减钱，多少钱？几多钱？几多钱？哎，然后找钱，找钱，找钱，哎，找钱。哦，然后我们刚才有讲到元是元，对不对？元，但是零钱哦，有厉害了，硬币喽。哎呦，元够嘅。啊，你真的会，真的会。好 ，OK。所以今天的这个侯金明先生呢，是来这里跟大家学了一些关于买东西付钱相关的，绝对是这样吧？哎，好不好？希望你有喊张磊了，有赢家来听到了，谢谢啦。安子 C， 安子 C 啊。复习时间，多少钱？几多钱？几多钱？元，元，付钱，减钱。 减钱，找钱，找钱，硬币，元国的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，跳下嚟講客家吧。